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3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这個是半月談3月27號刊登的一篇文章，叫甩手外包走形式，基層規劃浪費大。什麼意思呢？半月談這篇文章就是向我們反映出揭露了就這種政府的基層部門鋪張浪費、形式主義，這個和廣場上的反生椰子樹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個是半月談報道的，不是咱們瞎編的。半月談是作為這個中華第一刊，也知道它的分量。這文章這麼說的，他說當前各地正結合實際情況，抓緊編制15-5、17各項規劃。規劃編制本是體現各地結合實際、因地制宜抓落實的重要文本。但半月談記者調研採訪發現，為了完成上級編制相應體量規劃的要求，一些缺乏規劃編制能力的市縣，或簡單套用上級文件，或把規劃起草工作甩手給外包第三方機構，以致一些基層規劃華而不實，錯漏頻出。文章說，收工之年還在發布新規劃。2025年是14-5收官之年，但在2025年4月，北方某縣級政府仍在發布當地14-5農村公路專項規劃。半月談記者查閱後發現，這份姍姍來遲的縣級規劃有60多頁，其中存在明顯的表述不當和事實差錯。例如，在保障措施章節中談到如何加強資金保障問題時，文件說要建立省級補助資金如績效考核、地方配套等掛鈎制度，推動各級政府建立資金投入增長機制。這些要求與縣級政府職能明顯不符。半月談記者對照發現，這份縣級規劃中的相關表述係照搬自交通運輸部關於推進4號農村路建設的意見。也就是這個縣級政府，他也要按上級的要求，他的完成規劃編制，那怎麼編？那就抄。我記得有的地方政府就是抄這編制規劃，他不是抄上級部門的，他抄隔壁縣的、本省其他縣的。我記得咱們報道過，聊過這事。有的一抄錯了，居然這個別的縣的名字都沒改，我這規劃裡面鬧了大笑話。這就好比我們小時候考試抄卷子，把名字都抄了，你說老師他能不生氣嗎？你答案一樣就算了的，你名字都一樣，這種笑話居然出現在政府部門的編制規劃文件裡面。所以網友說，這個世界就是個草台班子，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我們接着往下看，他說，又如在描述當前農村公路養護存在問題時，文件提到一些卡車為節省通行費或躲避滯超站、沒檢站而繞行農村公路現象頻發。實際上，當地沒檢站早在2016年就全部拆除，已經沒有了，也就不存在為了繞開沒檢站。所以這個文件抄的日期也不對，這不就是為了糊任務嗎？為了任務而任務，這份文件編制這個規劃有什麼用？純粹就是為了完成任務，就是為了促售，這不就是嚴重的人力浪費、資金浪費、資源浪費嗎？你還得養一幫人幹這事，你不得花錢嗎？半月談記者多方聯繫，採訪到該縣交通運輸局相關負責人，該負責人坦言，規劃是委託一家外包公司編制的，差錯暴露了他們把關不嚴。問題是這個，大家一定要想什麼？你這個規劃到底有沒有人看？如果有人看，這裡面的錯誤應該是一目了然，因為你這照着去幹，既然他沒有發現這錯誤，那說明這個規劃就純粹是應付胡差似的，也沒人照着幹，只是說明我有。那你花了這麼多錢，他找第三方外包做的編制規劃，這錢這不就是大頭的錢嗎？不就浪費了嗎？大頭的錢用來幹這個，其實一點用都沒有，沒有人照着編制去幹。問題是像這樣的事情有多少？半月談記者了解到，並非所有縣級行政單位都編制了農村公路發展規劃，之所以在14-5末期發布規劃，主要是應上級要求，為了完善相關手續，規劃裡提及的部分項目實際已經完成，
上述負責人介紹起草規劃的公司與政府部門長期保持業務往來，此次編制費用不足5萬元，報價較為合理，因此選擇其作為合作方。這不是便宜不便宜的問題，這是有沒有必要的問題。你這個規劃有什麼用？按照地方政府的解釋，活已經幹完了，這個時候補這個規劃純粹是為了完善這一道手續，花5萬塊找一個第三方糊弄一下，這5萬塊有什麼必要呢？花它不是納稅人的錢嗎？北方某市一位副厅级幹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市縣2級的規劃外包現象非常普遍。2025年，其所在市全市公共預算收入不足200億元。記住了，這個市所有的財政收入就200億，但各級各類事務規劃編制預算金額2億元。你說這個成本得多高？就這一個市，它要編制事務規劃。這5年裡面發展成什麼樣？各部門各行業就編這個規劃要2億，這個支出太大，成本太大。這只是一個市，總收入不到200億，要花2億去編制這些規劃。這就是為什麼咱們牛馬越活越累的主要原因。錢去哪兒了？也就是你看 GDP 5%的速度增長，慢4.5%。不要小看這4.5%，因為咱们是第2大經濟體。還能以4.5%的速度增長，這蛋糕的速度是夠快，但是牛馬越來越累。盤媽們不應該問問為什麼嗎？如果你說 GDP 它是萎縮的吧，它是負增長，你說牛馬累，咱還能解釋蛋糕在縮小，但是蛋糕是在增大的，牛馬反而更累。牛馬面臨失業，找工作找不到，社會保障跟不上，農民一個月100、200的退休補貼，給農民漲點錢就是沒錢。異口同聲，每年專家開會的時候，代表都提議，很熱鬧一陣子就過去了。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現象？那開會那幾天，媒體頭條熱搜都是呼籲給農民漲養老金。有人說漲到300，有人說漲到500，有人說花3年漲到1000，討論的特別熱鬧。但最後來一句，總之就是沒錢，但是你看這樣他有錢。半月談記者在中國政府採購網以實務規劃等關鍵詞進行檢索，截至3月14日，近半年內可找到316條中標公告，多為縣市級規劃，中標金額在數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其中金額最高的達到120萬元。這個半月談說，厚厚一大本，有用的只有3頁。從文件相關內容可以看出，第三方公司在編制上述縣級農村公路專項規劃時，一些內容的調研論證流於形式。比如在經濟社會效益分析中，文件稱這種影響很難用貨幣計量，也難以定量評價。在下文旅遊開發效益的內容中，通篇未見農村公路對當地旅遊發展的效益分析，卻出現深入挖掘旅遊資源，突出紅色文化，打造主題購物中心等旅遊產業發展目標。他們從省城派了2-3個人來縣裡收集了一些資料就走了。該縣相關部門一位幹部坦言，對縣級部門來說，規劃文本中那些大篇幅的經濟社會效益分析、保障措施、發展形勢等章節，不過是應上級要求由第三方公司包裝出來的內容。拋開來看，縣裡真正需要的不是這些穿靴戴帽式的包裝內容，而是在規劃中列出的項目清單。這份清單清晰簡潔地列明了相關規劃項目的用地規模、資金需求等核心要素。這些項目納入省一級項目庫後，有利於後續進一步爭取政策資金支持。上述負責人說，半月談記者翻閱規劃發現，在長達60多頁的規劃文本中，這份當地需要的項目清單通篇僅有3頁左右。基層幹部反映，上級為縣級規劃編制制定了嚴格的體力要求，需要總結成就、梳理問題、制定原則、進行可行性論證等國家級、省級和市級的政策表述都要兼顧，導致到了縣一級，每份規劃編好後都是厚厚的一大本。一位基層幹部說，多位接受採訪的縣級行政部門負責人認為，
編制規劃中提到的具體目標、問題分析和項目清單等內容，應對開展下一階段工作發展積極的指導作用。但有些規劃過長、過爛、過度格式化，導致上下一般粗，甚至下面比上面粗，不僅增加了基層負擔，也大大浪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半月談記者查閱發現，一些縣級規劃綱要動輒上百頁，有的甚至多達200頁。市級規劃裡提出要發展首店經濟、街區經濟，一個曾經的國家級貧困縣也在規劃中對照提出要大力引進首店、旗艦店。你說你一個貧困縣，你要搞首店經濟、旗艦店，這不是扯嗎？縣區一級的基層規劃要如上級規劃綱要、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等做好銜接，但不能為了對齊而盲目對齊。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上級往往會把是否制定配套文件、是否如上級要求對齊作為考核標準，導致基層不得不耗費精力、財力來做文件。縣級單位往往缺乏專業的文稿撰寫和編制規劃人才，面對複雜的文件和規劃要求，只能選擇外包。而一些第三方機構對基層實際情況不了解，規劃編制自然容易脫離實質，甚至出現常識性錯誤。常識性錯誤能夠出籠，能夠堂而皇之的出現在編制裡面，那就說明這個編制沒有用嘛，沒有實用價值，沒有用，那你要編它幹什麼呢？這讓我想起了前2年咱們節目報道的聊的，現在全國各地有很多高鐵站、城鐵站、地鐵停運。為什麼停運？就是因為開通以後每天客流不足10個人，最高峰才100個人。你說在那兒修个高鐵站，為什麼？實際上反映的也是一個問題，也就是他當初的規劃那就是胡來的，拍腦門，什麼科研報告、預研報告都沒有，或者有也是糊弄的，像這種花錢買的，沒有人真的去研究。所以蓋完之後一天10來個人，你說這種造假、這種浪費，不光是形成了資金、人力的浪費，不光搞這些材料的浪費，你要真正按照這些材料來做，那形成了更大的浪費。所以這些材料束之高閣，就只是擱在那兒還算好的。你要真照那幹，把這高鐵站幹出來了，完了幾個億花了，後面你每個月每年還要往裡扔錢維持運營。你看這就是觸手可及的、隨處可見的浪費。這就是為什麼這個蛋糕你感覺越來越大，但是牛馬的口袋是越來越瘪。這些原因不難分析，牛馬的口袋越來越瘪，牛馬就不消費，牛馬就不買房子，你房地產你就穩不住，還得下行。牛馬不消費，你消費者你怎麼刺激都沒用，就是惡性循環。你說這個你怎麼破？所以說其他的什麼泛泛的出一些政策沒有用的，你得從根上解決，根子出了問題啊。半月談說，讓規劃編制不跑偏不走樣。基層規劃編制的好不好，關鍵在於如何將地方發展融入國家和省級戰略大盤子。這就要精準找到本地發展與上級規劃的契合點，立足本地特色產業與重點領域，精心策劃一批具有分量的重大項目和政策舉措，同時主動加強與上級部門的溝通對接，積極推動本地發展思路、產業布局、重點項目納入上級規劃體系。這個都是屬於理想狀況，事實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想得很美好。受訪基層幹部建議，基層15規劃編制要注重調研先行，不能坐而論道，要多到基層一線實地調研，多聽企業、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意見，牢牢把握規劃編制的調查發言權。14屆全國人大4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規劃法》。受訪基層幹部認為，要對表法律要求，堅持因地制宜、問題導向，減少對文件和規劃不必要的硬性要求。一是簡化市縣規劃編制要求，上級部門制定的文件時，應充分考慮基層實際，避免一刀切。比如偏遠地區、欠發達地區，
應制定差異化的政策要求，給予基層更多的自主權，在落實上級部署要求的前提下，堅持實事求是，增強規劃的前瞻性、連續性、嚴謹性，做到簡潔明了、重點突出、務實管用，避免面面俱到、長篇大論、跑偏走樣。二是編制規劃時，各地領導幹部要親力親為，規劃是地方和行業發展的施工圖。身處改革發展一線的職能部門領導幹部對當地長短板、優劣勢更加了解，全程參與編制起草工作，可以避免規劃脫離實際，為日後規劃的執行落地打下堅實基礎。當然，親力親為並非閉門造車、主觀臆斷，開門搞調研、聽建議、充分吸納各界意見是應有之義。半月談說，三是對於确需外包的規劃編制工作，應規範流程，加強審核把關。比如，要求第三方機構深入基層調研，相關規劃必須經有關部門和專家的認證審核，確保規劃編制質量。同時，建立監督機制，對規劃過度外包問題進行整治，確保規劃真正發揮指導作用。這些建議都是治標不治本，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就連地方政府的規劃什麼意思？我这地方，我这個縣未來5年要發展成什麼樣？經濟、民生、交通、旅遊等等方方面面，對5年發展有一個全盤考慮。這是應該是一個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那你要主政一方，你把這地方要搞成什麼樣？但是這個東西居然讓一個外包，讓第三方去幫着做，這本身就是叫本末倒置。你第三方一個公司說，我知道你這個縣未來5年應該搞成什麼樣，是嗎？當然了，半月談說的是只是規劃編制外包這個現象，實際上像這樣的事情多了去了，絕對不僅僅是編制的規劃，任何事情那都是唐僧肉，都是個項目，要花錢，200億的收入，要拿2億去做規劃，這不就養活了一批外包公司嗎？這就讓我想起了那個《紅樓夢》裡面。這個賈政他不是外放嗎？督學是吧？後來皇帝覺得他勞苦功高，把他調回京城之後，他還不是工部嗎？員外郎嗎？工部立馬就來個大飛差，什麼飛差？國家重大工程，就是修皇帝陵墓，由賈政負責啊。這個你知道，在封建社會修皇帝陵那就是國家1號工程，重點工程，獻禮工程，那你說花錢是花的，對不對？贾允上一次他是通過王熙鳳給王熙鳳送冰片麝香，走到王熙鳳的路子，王熙鳳就把大观園的綠化工程承包給了那個賈允，所以賈允有這個路子。一聽說賈政又負責國家重大工程，所以他立馬又要走王熙鳳這個路子。賈允很厲害，他立馬就在外面找一些社會閒散人員，馬上就成立公司，那個公司就有各種各樣的資質。你說你要承接修皇帝陵的那些活，你得有資質，就跟現在一樣。那賈允立馬就找一些人，馬上就取得了資質啊，或者是跟別的公司合作，或者是兼併吸收、併購，反正他已經搞好了一個公司，再去找王熙鳳，讓王熙鳳就從賈允那兒搞點工程，接點活幹。這個修皇帝陵就好比你這要修15五規劃編制，不一個道理嗎？那15五規劃編制一下來，這活不就來了嗎？來了就有相關人等，一定是我有門路，我就找幾個人成立個公司，接着活唄。什麼招標不招標的，反正這玩意你只要找对了人，送对了東西，活就到你手上。少则3萬5萬，多則幾百萬。你不在一個地方接，你可能很多縣都可以去接。所以說這些錢最終都變成了婆羅門，他的收入最終變成了權錢交易。灰色地帶，基層規劃浪費實際上不是孤立問題，而是政府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長期積弊的集中爆發。雖然上級政府多次部署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但部分地方仍以文件落實文件、會議落實會議來應對。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但基層反饋顯示，考核痕跡管理任重，层層加碼現象未根除。別的不說了，就這些編制、這些規劃、這些文件，你層層傳達，
它都要留痕，到最後到村委会，這最基层了。城市裡面是到街道下面居委會，居委会下面還有社區，就是到神經的最末端。比如說村委会，那它各種文件它要打印，它要装订，分门别類放好。好，一个村委会一年打印費就得要10萬，打印不要紙嗎？不要墨嗎？对，不要打印機嗎？有的村委會它沒有打印機，沒有墨，它就上那個鎮上或者什麼地，那些什麼那負責打印的地方去打印，一年打印的費用就10萬。你說這不是嚴重的浪費嗎？你中國有多少個村，牛馬的錢、血汗錢就這麼浪費了。這僅僅是打印，那其他的以前咱們節目也介紹過，各個高校、各個地方政府、各個鎮匯報工作要做 PPT， 這 PPT 又是外包讓第三方做，一個 PPT 多則20-30萬，少則3-5萬。每年匯報工作要做 PPT， 他們應該去看一看美國有沒有這個現象。老是關心美國的斬殺線，你咋不關心這個呢？人民日報評論文章指出，有的地區為衝擊排名，不顧實際，盲目擴大建設規模，虛報數據，導致資源錯配。世界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報告也指出，中國地方投資過度，工業政策補貼造成浪費，資源未有效轉向民生和消費。官僚作風加劇浪費，領導幹部親力親為不足，規劃外包後把關流入形式，第三方粗製濫造，基層審核走過場。世界銀行中國經濟更新報告2025年12月發表的指出，地方財政資源配置效率低，部分專項債資金趴佔或挪用，規劃項目閒置率高。審計署歷年報告顯示，政府投資項目中重複建設、超標準建設、閒置浪費問題突出，直接推高地方債務。就好比那個高鐵站，規劃外包等形式主義浪費，直接吞噬地方財政。2025年某市規劃預算2億元，佔公共預算收入1%以上，全國層面類似支出規模驚人。這只是一個地方，一個市是這樣。你說全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中非生產性支出膨脹，民生領域卻捉襟見肘。審計署數據顯示，部分地區專項債閒置率高，規劃項目有始無終，形成建得起養不起的尷尬。也就是你把房子1個多億高鐵站建起來了，但是你養不起。為什麼建設搞廣場反生椰子樹，把馬路拋開在河上，公園裡面拋開再修，河道裡面貼瓷磚？為什麼幹這個有錢？但是你說給農民1個月加100塊沒錢，道理很簡單，你把錢發給農民，那婆羅門從哪兒賺錢？你只有搞這些工程，婆羅門才有錢賺，就這麼簡單。所以可以舉債搞這些工程，但是堅決不能什麼給這些人發錢，最終百姓成為最終的買單者，地方為平衡預算隱性增加稅費，推高公共服務成本，或壓縮教育、醫療、養老投入。很多地方為了搞這些項目花錢，甚至不惜占用養老資金、占用社保資金。媒體報道過，國家審計局每年審計報告裡面都有典型的案例，就是地方政府占用這個養老的錢，占用社保醫療的錢。居民預防性儲蓄上升，消費意願下降。2025年全國餐飲收入增速僅 3.2%， 限額以上餐飲多月負增長，居民人均消費從2023年的43.2元降至2025年的39.8元，中餐館翻台率下滑，關店減員，正是消費降級的縮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明確警告，中國經濟需轉向消費主導，否則需求疲軟與通縮風險將持續。消費降級與經濟困境、內需疲弱下的惡性循環，政府鋪張浪費，最終反饋到老百姓的錢袋子。形式主義導致了資源錯配，公共服務效率低，質量差，百姓獲得感下降，債務壓力下，地方或通過土地財政、收費、罰款開源，間接增加生活成本。2025年青年失業率增加，就業預期不穩，進一步強化捂緊錢袋子的心態。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社会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低於 GDP， 服務消費恢復緩慢，這一循環拖累整體經濟，投資驅動模式已至盡頭。2025年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基建邊際回報遞減，低消費到弱內需，到增長乏力，到更多依賴投資與出口，貿易摩擦加劇，到外部不確定性上升，居民更加謹慎，消費進一步降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的報告指出，中國需要消費主導再平衡，減少工業補貼和低效投資，將資源轉向社會安全網和民生，否則債務懸崖與需求不足將長期制約高質量發展。媒體評論一致指出，形式主義不僅是作風問題，更是發展方式問題。總之，基層規劃亂象是政府鋪張浪費與形式主義的冰山一角。它不僅浪費財政，加重基層負擔，更通過傳導機制讓老百姓無錢消費，將經濟發展拖入內需疲弱的困境。2025年到2026年經濟數據已敲響警鐘，消費增速滯後，投資負增長，債務壓力高企。若任由形式主義蔓延，規劃折騰將演變為發展折騰。半月談這個報道讓我們看到錢去哪兒了？所以很多人總是納悶，經濟既然這麼增長，高速增長，統計局每年都說都完成了這個 GDP 發展任務，但是牛馬依然不快樂，牛馬依然焦慮，越來越焦慮，壓力越來越大。這還不光是普通的牛馬，高級的牛馬它也壓力大。你看那個張雪峰，你說他沒錢嗎？他賺了很多錢，但依然焦慮，壓力大，馬不停蹄。為什麼？所以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只會越來越差，惡性循環。但是要解決也很難，因為這裡面有很多既得利益者，你要從根上鏟除，那它就不是經濟問題。就經濟聊經濟，得不到答案，更解決不了問題。只要錢繼續往大頭那兒集中，無論經濟發展的怎麼樣，以多少速度發展，牛馬的日子必然是越來越難過。牛馬比那些真正的牛馬过得還要慘。所以我們經常說分配要改革，這個分配不是指你跟企業之間的分配，老闆和員工之間的分配，分配要解決的是大頭和小頭之間的分配。這一點如果不解決，那一切都無濟於事。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